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箴言第9章第1节到18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或愚蠢。一个人到底是智慧者或是愚蠢者，并不是看他的职务啦、地位啦、钱财啦，而是要看他的为人处事，特别是否内外合一、前后一致。常常有人批评政客说他们是换个位置换个脑袋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像这样子这种前后不一致、内心与外在行为相违背的人，他们总是以为自己非常的聪明，其实他们的自以为的智慧只不过是自己愚蠢的包装而已。最近呢，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政客在公开的场合说错非常严重的话。有人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，竟然祝福自己的罢免可以成功。又有一位曾经担任台湾可以说是最高职务的政客，在公开场合说下架自己的政党，并且在现场还问当场的人问说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关于智慧跟愚蠢。箴言第9章第1节到18节，智慧建造他的房屋，立了7根柱子。他开席宴席而杀牛宰羊，调制美酒，摆设餐桌。他差派女仆出去，在城里的最高处，他呼喊无知的人啊，来吧！又向愚蠢的人说，来吃我预备的佳肴，喝我调制的美酒。要远离无知的人而存活，要走智慧的路。你若纠正傲慢的人的过错，就是自招凌辱。想责备邪恶人，无意伤害自己。不要指责傲慢的人错处，因为他会恨你。你若只叫明智的人，他会尊重你。只教明智的人会使他更加明智，教导正直的人会使他增长学问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明智。明智会使你延年益寿，你有智慧，获益的是你自己。你既拒绝智慧，亏损的是你自己。愚蠢像一个喧嚷无知无耻的女人，她坐在家门口，坐在城门里的最高处，向那些充满赶路的人喊叫，来吧，无知的人。她向愚蠢的人说，偷来的水比较甜，偷来的饼更有味道。受害的人不知道死亡就在他那里，往他那里去的已经坠入到阴间的深处。智慧的人懂得如何离开恶事，远离罪恶。只有愚蠢的人亲近愚蠢的事，愚昧的人、智慧的人追求亲近上帝的良善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遵守上帝的真道。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这样说道：我的孩子啊，我写这些是要使你们不犯罪。如果有人犯罪，我们有一个公义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向天父陈情。基督牺牲自己，赎了我们的罪。他不但为我们的罪，也为全人类的罪牺牲自己。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。
若有人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命令，这样的人是撒谎的，真理跟他也没有关系。但那遵守上帝的道的人，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。那说他有上帝的生命的，应当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。因为只有愿意遵守上帝这诫命真道的人，才是那真正的认识上帝。若不愿意遵守的人，就是唯心论，就是愚蠢的人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，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多么甜美，在我的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追求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的真道，顺服他的真道，看重上帝的智慧与救恩，让我们成为智慧者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